阿弟啊，哎，咱们开炖吧。行，大哥，走，开炖。这天真冷，开炖，来呀！哎呀，开炖，哈，正好。阿弟啊，哎，你生火，我加水。好嘞。加满水。阿弟啊，把调料给我拿来。好嘞。来点去腥3件套，好，葱姜蒜，来点紫白，高度的白酒给它下进去。行。一会儿我再调个汁儿往里一倒，开炖就行了。走，走，你们准备准备。这浮沫啊，撇完浮沫了，咱们调个汁儿。放入冰箱调个颜色。好在这加入调料了。这个炒香，咱加点水啊，往这放。哎，来点酱油，好嘞。这真香呀！香味出来了吧？酱油，来点水。来了。好。哈，闻着都流口水呀！走吧，得下锅里去。走。哎呀，走。好，放心吧，阿弟。好嘞，够了啊，大哥。哎呀。来点酱油。天妇缭绕啊！来，加上盐。户外就这样，户外。均匀加入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行了，可以了。瞅瞅，哎，可以了。阿弟，哎呀，这大牛头，哇，放煮啊，怎么样？真香啊！哎呀，先把这拿屋去吧，大哥。去吧。来，阿弟，这样满满的胶原呢。啊。真香。这有舌头。内蒙古的生活简简单单，看咱这牛头烂乎吧，太香了。喜欢我们哥俩日常的，给我们点点关注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